大家好，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故仔。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真係超級不可思議嘅歷史懸案，聽完絕對會令你背脊發涼。今日我哋條片嘅就係大唐神算袁天罡。大家諗下，如果有人同你講佢可以預知未來1000年嘅事，你信唔信？你實會話呢啲咪又係神棍，呃神騙鬼。但係如果呢個人係大唐第一神算袁天罡呢？佢同佢個好兄弟兼死對頭李淳風兩個人夾手夾腳寫咗本被稱為中國預言第一奇書嘅推背圖。呢本書準到咩程度？由唐朝一路預言到2026年嘅今日，甚至去到更遠嘅未來，準確度高到歷代皇帝都要將佢列為禁書。但係比起佢哋預言國家大事，最令後人覺得邪門嘅係佢哋對自己身後事嘅預言，亦即係佢哋兩個自己個墳墓嘅下場。話說喺大唐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手下有兩大風水玄學頂級高手，一個叫袁天罡，另一個叫李淳風。呢兩個人嘅名氣大到咩地步呢？唐朝嘅官員、平民直頭當佢哋係神仙落凡間咁拜。袁天罡最出名嘅一件事就係喺武則天仲係一個手抱嬰兒嘅時候，佢一睇個面相就嚇到面青唇白，話呢個如果係女仔，將來一定係天下之主。結果點呀？過咗幾十年，武則天真係做咗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正統女皇帝。單單係呢一眼就證明袁天罡嘅眼光已經超越咗普通人類嘅極限。而李淳風都唔係省油的燈，佢精通天文歷法，係太史局嘅最高負責人。有一次，李淳風同袁天罡一齊出去行山，兩個人想鬥下法，睇下邊個風水寶地叻啲。當時唐高宗李治叫佢哋去退一塊百年歸老嘅萬年吉地，袁天罡看到一塊地，見到紫氣沖天，於是攞咗個銅錢出嚟，埋喺地下做記號。過咗幾日，李淳風又去許地，佢喺同一個山頭睇中咗一個穴位，於是拔低頭上支發簪，插喺泥土度做記號。結果唐高宗派人去掘開一睇，哇！嚇到所有人下巴都跌埋。李淳風支發簪竟然不偏不倚，正正插穿咗袁天罡個銅錢嘅方孔中間。呢件事足以證明佢哋兩個嘅風水造詣真係去到神乎其技嘅地步，大家不相伯仲。但係識睇風水唔代表可以逃得過人世間嘅劫數。當袁天罡同李淳風都步入晚年，大概去到70幾歲嘅時候，佢哋開始要為自己嘅身後事打算。作為天下第一嘅風水大師，佢哋當然會為自己揀一個絕佳嘅風水寶地。佢哋兩個嘅感情好到連死都要做鄰居，於是喺長安城外，即係今日嘅陝西西安附近，揀咗兩塊風水靚地，兩個墳墓相距得幾里路，真係行多幾步就到嘅隔籬鄰舍。不過最精彩嘅戲碼就喺呢度開始。李淳風係一個精算大師，佢生前算盡天下事，臨死前佢幫自己算咗一卦，呢一算令到佢成身飆冷汗。佢算到自己死後幾百年，個墳墓會有一劫，會有盜墓賊幫襯。為咗保護自己嘅條老骨頭，李淳風真係無所不用其極。佢利用自己頂級嘅機關算術同工程學知識，將自己個墳墓打造成一個超級堡壘。佢喺墓道入面鋪滿咗千年不凝固嘅流沙，一旦有人挖穿墓頂，流沙就會湧入去將盜墓賊活埋。仲未夠，佢仲喺墓室四周圍裝滿咗劇毒嘅暗爐，只要踩錯一塊石板，成千上萬支浸過毒嘅箭就會射出嚟，將擅闖嘅人射到變箭豬。仲有各種假門、迷宮、翻版，簡直係將古代最高科技嘅防盜系統全部用晒落去。李淳風心諗，我搞咁多嘢，就算你係大羅神仙，都休想喐到我條骨。相反，袁天罡睇到李淳風搞咁多花神，只係微微笑咗一下。袁天罡臨終前，佢啲徒弟問佢：師傅，隔籬李大人個墳搞到固若金湯，我哋要唔要都整翻啲機關防嚇盜墓賊呀？袁天罡搖下頭，好淡定咁講咗一句：唔使搞咁多嘢，是但但堆，黃土冚住就算啦。我保證，我個墳1300年內絕對無人敢喐。徒弟聽完都覺得一頭霧水，心諗：師傅你係咪老糊塗呀？長安城自古以嚟就係兵家必爭之地，盜墓賊多過米，你乜防護都唔做，靠堆黃土可以頂得住？但係師傅開到聲，徒弟唯有照做。就係咁，袁天罡嘅墳墓外表睇落去，簡直就係一個普通到唔可以再普通嘅土包。莫講話流沙毒佬，連塊厚啲嘅防盜石板都冇。歷史嘅車輪一路向前滾，過咗幾百年，去到宋朝、明朝、清朝，中原大地經歷咗無數次戰亂，王朝更替，民不聊生。每逢亂世，盜墓賊就最猖獗。
李淳風個墳墓因為太大陣仗，名氣又大，好快就被一班專業嘅盜墓賊盯上。呢班盜墓賊真係唔講武德，佢哋發現流沙機關之後，竟然查咗大量無辜嘅流民做替死鬼，用人命去填平啲流沙。毒腦機關雖然殺咗好多盜墓賊，但係機關總有耗盡嘅一日。最後，盜墓賊用最暴力嘅方式，硬生生咁破壞咗李淳風精心設計嘅所有機關，成功攻入主墓室。結果李淳風嘅陪葬品被洗劫一空，就連佢嘅屍骨都被班盜墓賊為咗洩憤掟到周圍都係，真真正正落得一個屍骨無存嘅悲慘下場。李淳風算到自己會被盜，但係佢算唔到人性嘅貪婪係可以戰勝任何精密嘅機關。好啦，咁隔籬個玄天崗墓呢？咩防盜機關都冇嘅玄天崗墓，應該一早俾人鏟平咗啦。但係奇蹟偏偏就係發生喺呢度。由唐朝滅亡，經歷5代十國，再去到宋、元、明、清，足足1000幾百年嘅歲月裏面，無數盜墓賊經過玄天崗個墳，但係竟然冇一個人去掘。點解？因為玄天崗個墳偏偏每次都處於一個極度巧妙嘅安全區。喺古代，嗰個位置可能係官府駐紮嘅地方，又或者係一啲兵營嘅邊緣，盜墓賊根本本唔到機會落手。但係最令人震驚嘅係，去到近代，當中國進入20世紀中葉，去到現代社會，玄天崗嘅墳墓所在位置竟然被國家劃入咗軍事禁區，無錯就係現代化嘅軍事重地，周圍全部都係荷槍實彈嘅軍隊駐守，有雷達，有閉路電視，有嚴密嘅巡邏。莫講話盜墓賊，就算係一隻烏蠅飛入去，都會被發現。呢個軍事禁區嘅設立，無意中成為咗玄天崗墳墓最強大嘅保護罩。1300年以嚟，李淳風機關算盡，最後咩都保唔住。玄天崗乜都唔做，只憑一堆黃土，卻因為國家嘅軍事部署，令到個墳墓完好無損，連一塊磚都冇被人喐過。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毛骨悚然？玄天崗當年講嗰句1300年內無人敢喐，竟然一語成讖。佢究竟係點樣預知到呢一切？難道佢喺1300年前就已經透過佢嘅天眼睇到2026年今日現代化軍隊駐守喺佢墳前嘅畫面？我哋試下用現代嘅角度去拆解呢個千古謎團。有啲歷史學家同地理學家認為，玄天崗當年揀嘅呢塊地其實大有玄機。喺風水學上，呢種地勢叫做絕地或者兵馬地。玄天崗精通地理形勢，佢知道呢個位置地形險要，扼守交通要道，視野開闊。喺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有軍事常識嘅將領，都會自動自覺將軍營駐紮喺呢個位置，因為呢度係天然嘅防禦陣地。玄天崗唔係靠通靈睇到未來嘅軍隊，而係佢睇透咗1800年後嘅地緣政治同軍事戰略。佢知道無論朝代點樣更替，只要兵家必爭之地嘅屬性唔變，呢個地方永遠都會有軍隊駐守，而軍隊就係佢墳墓最免費、最無敵嘅漢庚。相反，李淳風太過執着於技術同機關，佢將個墳墓起得咁誇張，反而有種此地無銀300兩嘅感覺。盜墓賊一睇就知道入面實有好多寶物，就算死幾多人都要掘開佢。玄天崗就深明大道至簡嘅道理，一堆黃土，無陪葬品，無機關，再加上地形上嘅軍事優勢，完美咁利用咗人性同地理，呢種智慧真係超越咗時代。各位觀眾睇到呢度，你哋覺得玄天崗究竟係真係識得魔法穿越，睇到現代軍事禁區嘅駭人未來，定係佢只係一個將地理學同心理學發揮到極致嘅古代高智商天才？推背圖裏面嗰啲隱晦嘅預言，會唔會都係呢種將大自然規律同社會發展規律完美結合嘅產物？歷史往往比小說更加荒誕，亦更加令人着迷。1300年過去，兩個曠世奇才，兩種截然不同嘅人生哲學，最後換嚟兩個完全相反嘅結局。李淳風嘅機關算盡，最終抵擋唔住時間嘅洪流同人心嘅貪欲，而玄天崗嘅順應自然、借力打力，卻令佢喺歷史嘅長河中安然入睡到今日。呢個故事唔單止係一個關於盜墓同風水嘅傳奇，更加係一個關於人生大智慧嘅深刻教訓。唔知大家對玄天崗呢個神算有咩睇法呢？你哋相唔相信呢個世界真係有人可以預知1300年後嘅事？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哋嘅睇法。如果你鍾意今日呢條片，記住俾個讚，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次嘅歷史懸案探秘啦。呢度係越講越有故仔，喺2026年同你哋一齊拆解歷史謎團。我哋下期再見，拜拜。